作為全球知名嘅嬰幼兒營養品品牌，美贊臣始志透過科研為寶寶提供安全、高品質嘅營養品，俾佢哋帶嚟一生最好嘅開始。美贊臣立足香港超過半世紀，透過 A+ NeuroPro 智睿、Enfinitas 藍樽、Gentle Care 親舒 Pro 品牌，為父母提供優質、科研為本嘅嬰幼兒營養品，以及唔同嘅育兒資訊同埋專業意見，贏得家長嘅信賴同埋支持。面對住出生率持續下跌同埋人口結構嘅轉變，嬰幼兒營養品行業亦都面臨住好多嘅挑戰。隨住寶寶數量減少，市場競爭亦都越嚟越激烈，父母對於育兒嘅期望亦都更加高同埋更加細緻。我哋相信喺呢個環境之下，每一位新生寶寶都更加珍貴，家長亦都更加願意投資喺優質營養同埋更貼心嘅服務，為我哋喺優質、特殊配方同埋個人化服務方面帶嚟新嘅機遇。美贊臣一直高度重視科學研究同埋臨床驗證，並積極考慮本地消費者嘅需求。例如我哋嘅旗艦品牌 A+ NeuroPro 智睿系列，特別添加咗母乳黃金膜 MFGM 呢一個關鍵成分，經過大型臨床研究證實，有助於促進嬰幼兒長遠腦部發展，並且增加免疫力。今年9月，美贊臣亦都聯同醫護誠信同行舉辦兒童營養學研討會，以母乳黃金膜 MFGM 對5.5歲兒童持續神經發展嘅臨床益處為主題，同在場過百位醫護專業人員探討早期攝取母乳黃金膜 MFGM 對促進嬰幼兒腦部發展同埋鞏固免疫力嘅重要作用。美贊臣除咗持續以科研驅動產品升級，亦都積極研發新 AI 大數據，分析同埋了解媽媽嘅聲音。同時，我哋都透過加強同媽媽嘅情感連結，例如南張小豎琴工作坊、喺 BB 展設立寶寶科學館等，陪伴住家庭走過整個育兒旅程，亦都係我哋喺香港市場嘅重要工作。喺企業社會責任方面，我哋以每個寶寶都值得擁有最好開始為核心，關懷家庭、社區同埋環境。一方面持續同本地慈善團體合作，向基層家庭捐贈嬰幼兒營養品，亦都由員工親身參與探訪同埋派發。另一方面，自從2021年起推行全港首個嬰幼兒奶粉罐回收計劃，累計回收超過14000個奶粉罐，並且與本地有機農場合作，將到期配方轉化為有機肥料，推動資源循環再用。呢一啲長期投入，亦都為我哋帶嚟包括商界展關懷在內嘅多項認可。因愛而生，100年科研，作為擁有120年歷史嘅全球營養品牌，美贊臣將始終堅守以科學實證嘅理念，打造高品質嘅配方同埋營養產品，持續推動普及同埋前沿嘅科學育兒知識，賦能本地消費者，俾寶寶一生最好嘅開始。